跟跟众朋友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咱拄仔咧讨论讲这是啥物？啥物？你随意，我互答，是毋是？你上讲随我答，安尼就是代表国尊重你啊！就是讲迄个啉酒诶人是毋是拢会安尼？对，有人观众朋友有啉过酒诶无啊？甲阮讲者，啉酒诶人上爱讲诶是啥物吼？以前我会记，以前伫中国诶时吼，就是逐个拢一定爱啉酒，就是去到啥物所在吼，你若无啉酒，咱想要无尊重对无？伫迄个学校诶时啊，还是讲伫啥物所在拢共款吼，咱像诶是酒会当互人讲心内话，还是黑白讲话，这毋知影啦吼。老师，你有啉过酒无？有，当然嘛有啉过。但是无酒醉啦吼，是毋是？是。我会记，这咱后壁吼，今仔日要走来遮是捷克诶一个著名诶哦，伊个秘鲁唱啦，即个秘鲁，世界诶秘鲁唱，伊每一日生产288万杯啦。真多，288万哦。对，有啉过迄个捷克秘鲁诶人吼，来甲阮拍一个招呼，真好啉诶！你爱啉伊诶乌秘鲁，袂歹。今仔日要来看要安怎啉，基督徒敢会当啉酒？有人知影讲敢会当啉酒，会当啉偌济，来啉啥物酒，敢有规定吼？好，咱今仔要来参观诶，即个叫做皮尔森哦，皮尔森叫做乌尔奎尔，对无吼？乌尔奎尔翻译做皮尔森的欧克酒厂啊。是，伊是里布拉格爱点外钟诶，就是讲为遮吼，咱今仔为布拉格遮。坐火车会当来到即个酒厂来遮啉酒哦。对，为布拉格出发。咱顶礼拜是伫遮吼，卡罗维瓦利，袂记哩会当转去看顶礼拜吼。咱前礼拜讲卡罗维瓦利是，今仔日要走来即个酒厂，听讲开车爱点半钟，搭坐火车吼。而且你若有兴趣，你会当去伊个地下。买票入去参观，参观吼，就会当啉因诶生啤酒，就是讲因诶迄个酒桶内底随倒出来酒。对，因遮吼，酒毋是一罐一罐哦，伊是直接迄个啥物？桶啊，大桶诶酒桶倒出来。迄倒出来味吼，真正是好啉吼，诚芳安尼。有来诶人一定爱试看觅啊吼。这是啥物足久几啊百年。看伊历史啊，1839年诶时阵，因为皮尔森是一个都市诶名啦。因为市民就讲是咱做酒哪会拢安尼落，遐尼歹啉，所以因就讲一寡爱啉酒诶人就讲好，咱来出钱啊，家己来起一个酒厂，咱来请一个足够诶酒师傅来做啦，所以就去巴伐利亚，就是去德国请一个师傅来做因家己诶酒，就是讲因皮尔森诶市民家己自集起来资金，来起家己诶酒厂，就安尼起起来。所以1842年诶是10月初5，因诶第一桶诶酒就生出来。做出来第一桶酒，这桶酒因为伊诶色地是金黄诶，像黄金迄个色地啊。皮尔森诶水因为因遐诶水无矿物质，叫做软水毋是硬水。因遐水本底就无矿物质，所以做酒会当真清甜啊。做出来酒金黄色诶，还佫是像透明诶安尼，足水，所以因
因为什么会当遐水？就是因使用德国的名叫做 SARS，就是讲即款的。我以前个毋知影讲秘鲁除非用麦发芽，发芽以外，个染一款叫做啤酒花啦，一款花啦。秘鲁花，爱秘染鲁花。较会好啉就一定爱染即款，因为即款有苦苦的味，所以咱啉酒普通拢袂苦，敢若秘鲁会苦，就是因为有染即款花，并且有即款的香味。伊个商标呢，就是即摆大理顶悬个皮尔森沃克就是沃克厂。即个牌子伫1898年开始用到今仔日，全世界拢真有名。是，阮伫遮买是做俗诶，所以以前我拢毋知遮尔有名吼，拢摕来做迄个做啥物啤酒鸡翅。秘鲁来卤鸡，因为吼这较俗吼，毋知影遮尔好啉有名吼。但是你若去到捷克吼，一定爱去啉伊个欧秘鲁，较袂苦，而且都非常诶香吼。你看因拢用即个啥物像木桶啦，像木桶。话讲红木桶，咱台湾人话讲红蜜桶就是红蜜桶是，这是世界第一个，啥物叫做拉格对吧？第一届做出金红色的，金红色的酒，佫是安尼，看到有够连酒杯内底地透明的酒杯，看到有够水，你敢若看到色地，就想要啉啊。是。伊制作方法其实有5个特色，我伫遐有列出5个特色就讲伊爱3届，从迄个就是麦芽甲变做麦糊以后，佮煮好滚，佮拼过冷的，总是爱安尼拢总爱安尼来回3届就对啊，迄个手续真麻烦第二款来讲，伊有100%，就讲全部拢用一款叫捷克的啤酒花。是。一款啤酒花染落，得有一款草香，有一款花香，温和的苦的味。来第3点，皮尔森当地的水是无矿物质的。咱普通矿物质就是讲有真侪铁、铜，啥物的铜都有。伊个水是安尼像蒸馏水安尼啦，拢无啥物矿物质。所以当做真清的酒出来。佮有橡木桶，橡木桶啉地下，然后0度差不多3、4度的所在伫遐发酵，安尼。若小的所在发酵是较紧冷的所在较慢，但是伊出来的物件就较好啉。是。第5款就讲原料，对于摩拉维亚就是接近斯洛伐克迄边迄边的土地所出产的大麦。所以因会当家己做麦芽，家己控制迄个品质。迄个麦也选过。佮秘鲁花也选过，所以呢物件佮因的水特别清无软水无矿物质，所以这就一款的酒是全世界拢总有名。就是无简单的就是另外伊的水，逐项拢上好诶，较有法度。伊的工厂后壁有一条水沟迄条水沟那清气对，遮个水沟拢清气而且这是拄则讲诶。咱要介绍啤酒花，因为啤酒花我较早毋捌，所以特别介绍我家己知影。啤酒花是款多年生的草本植物，叫做蛇麻草啦，蛇麻草伊有伊有这英文叫做 hops，是啤酒花一点点苦味。就是拢若要做啤酒，一定要染一款花啦。
是。上好的啤酒，你看是哩 SAAG，因为啤酒啊，SARS 的啤酒啊，伊是先做安尼，伊带起来一支一支罐罐，像迄番麦安尼一支一支，伊开了花，就是甲放大是变安尼，来是，卖啊远，嘿，所以伊就一支一支安尼，伊诶，这看起来吼，伊个花，是，好，所以来就是要讲到伊诶即个拉格诶方式对无？因做哪个是款这酒诶一款方法啦。有足济款酒有那用拉格用，拉格诶方法就是讲，着爱存伫迄个零度诶所在发酵诶桶仔内底，用足长诶时间来互伊发酵，就是发酵啦。熟成啦，叫做熟成哦，互麦芽呢香气更加优雅，互伊个迄个味更加好啉吼，适合大口，就是讲你大喙啉就对了。咱啉酒是毋是安尼吸一下，洗喙洗喙，味道哦，你才啉会爽快的，大喙甲鼓落，安尼哦，足爽快的。啉米露就是咧什么食水安尼啊吼，伫遮啉酒比啉水较俗呢，所以伊咧因为爱0度对无？所以爱伫迄个涂骹，涂骹迄个温度拢真低，差不多0度来。老师讲这0度嘛拢接近，烫去几下房间是毋是？所以伊个地道吼，伊咧通过有几啊百公尺，爱通过迄间，搁通过迄间，看伊带阮去参观的迄位小姐哦，伊拢用一个码表伫遐点人数，入来几个，出来有哪爱点一届，因为空间要绕高一个伫内面，甲伊关起来。就歹就落啊，明仔载来可能就变秘鲁是讲变秘鲁，所以真谨慎啊。因为一间你是一间要行过迄间，伊拢爱照算，几个人出来拢爱算。是爱算好，看有人头躺伫内面啉秘鲁无安尼吼，即个桶看起来足大诶吼，非常大。这个储藏室。是。我这个袂感觉奇怪，就讲因顶悬迄个拱顶哦，是用砖啊贴诶，伊毋是用钢筋哦，钢筋会当凹翘嘛吼，会当凹一个圆诶，就灌阿门头就好啊。伊毋是哦，用砖啊，甲伊贴起来，像咱咧控药诶时咧贴涂粉啊。另外会当安尼贴到袂当袂使拔落来。是，看即个所在吼，真无简单哦。这是无条啊诶一个什么砖啊？用砖啊来结起来。伫地下室内面吼，你参观酒厂伫遮会当试啉啦。所以老师等下互咱看卖啊哦，用即个影片。伫遮就是吼，气温伫遮差不多10度以下啦。有橡木那种橡木的桶啊，有一个因内底工厂的服务人员，就逐个人拢摕一个杯500cc 的杯哦，摕去互伊，就摕一杯互你，逐个人摕空杯互伊，来接一杯酒出来，就会当啉，但是足侪人啉袂了啊。足侪人咱像平常时无咧啉酒诶款，伊啉无一半，还是讲啉几喙就毋敢去啉，毋敢啉要安怎？甲伊拼落水沟啊。有可能有一点仔苦啊吼，可能较无你啉，人拢啉迄个较高级诶了，高级诶酒。毋是啊，有人是无咧啉酒啊。无咧啉，一喙就感觉无爱啉啊。直接甲伊拼讨角，安尼无采呢吼，无带我去，帮伊啉安尼免钱，这袂歹。所以伊参观诶时，你就会当伫遐会当来享受一下。
会当代替朋友啉嘛。你看即个袂歹哦，4个人伫遮嗯，啉四个啉人伫遐啉，另外一个人一杯，就是拢爱遐大杯。是，所以咱其实耶稣第一摆诶生日对无？伊是毋是甲咱水来变做酒？读圣经啦，酒实在是真好啦吼，会当互人心情爽快吼。咱来看诗篇伊遐讲哦，你互草讲上帝啊，你互草生长，互精生有通食，嘛有菜色做人的路用，佮互食米对地里生出，佮有酒互人的心欢喜，所以酒会当互人的心欢喜。你看到酒会欢喜啊袂？会欢喜是正常的吼。是吗？传道书9章7节，做你去欢喜食你的饭，用快乐的心啉酒，因为上帝已经接纳你的所做。你的所做就讲你有遵探上帝的旨意做代志的时阵，上帝应准你，讲你主你去食你的饭，快乐啉你的酒。哦，因为以前诶人是毋是拢是啉迄个葡萄酒较济吼？那像葡萄酒，酒个酒当水毋里啉。会当啉哦，佮会当医病。咱知影有一个互伫路人互强盗来拍甲受伤诶，毋是有一个撒玛利亚诶人，就用酒甲伊顾嘛，甲伊消毒哦，所以酒会当消毒啦，会当医病啦，外伤。是。箴言3章10节，安尼你的七仓要填满满，你的酒窟要有新酒满出来。讲你的酒若生产，你的酒真丰富真多，就是代表上帝的祝福。我知影。你安尼老师，我想着有人吼，因兜吼，迄像迄是就是讲吼，因兜有专门咧藏酒的一个房间，来若是愈大，表示咧即个兜愈有钱。你想有安尼嘿？真正有听过诶。囤迄个酒愈济年愈值钱了，对啊。来迄个房间愈大，表示你做有钱诶吼，因为内面拢是酒安尼。约翰，咱来看约翰福音2章9到10节。就是耶稣甲水变酒，伊去参加一个宴席，人结婚的宴席。主人哦，酒就互人客啉了，无酒也免啊，迄阵伫遐足紧着急，足紧张。耶稣就甲水变做酒。伊就讲你门口有6桶的水桶，伊叫迄车用就是仆人，甲水缸的水拢甲伊停落地。甲水倒落地就对啊，然后你个甲迄个水缸的水倒出来，倒出来，伊讲你捧去互管宴席的师傅，总铺师，你捧去互伊试看卖，伊甲遐水捧去互迄个总铺师试啉，总铺师讲，哇，遮尔好的酒，哪会即阵才来？所以伊就叫新囝婿来讲。哎哟，人拢是从好的酒先互人客啉，啉到了将歹摕出来，你哪会颠倒变？你从歹先互人客啉，上好的酒留到即阵，伊毋知影讲迄酒是耶稣变。嘿嘿嘿，对哦，这厉害哦，这耶稣会当做好酒哦。所以伊嘛是最后的暗顿对无？嘛是互人啉酒，伊讲即个。讲以后你去念我，就爱啉即个杯来去念我，就是有那是啉酒。是，教人啉所以醉。酒无醉啦，酒也毋是毋好啦。是，但是酒醉就好啊。酒醉变做酒鬼就毋好啦。圣经即段吼，我真爱看，因为伊描写迄个酒鬼，描写甲真水。你注意下，听好讲，啥人咧发惨啊？啥人咧发害啊？啥人咧冤家啊？啥人咧怨叹？啥人无缘故受伤？啥人目睭咧起乌黄？是毋是？就是啉酒毋知煞，世界找酒啉的款人。啉酒毋知煞，啉一摊过一摊，毋知影煞，啉甲目睭拢起乌黄。
去黑暗面就对啊，甲人相拍，甲人冤家，淡仔咧发惨嘛，嗨啊，淡仔发好，来咱继续透落去哦。杯内酒，色水金红，你毋通看。啉着骨喉，到尾亲像互蛇夹着，互毒蛇毒着。我当时讲过，讲啤酒，迄个比尔森的啤酒红红足水的，色水金红，那像古早就已经有即个色水金红，你毋通看哦。无对哦。来讲，你的目睭会看到奇怪的景象，你的心会错乱，黑白讲酒话，啉伤济是毋是会讲酒话？对哦。南山黑白讲吼，你会亲像倒伫海中，困伫船条顶晕船。你若倒伫海中，还是困伫船条的顶悬，当然嘛会晕船。那就晕船，酒醉那就晕船安尼啦。你会讲人拍我，我袂疼；人讲我毋知疼。我醒起来就搁去找酒啉，是毋是即款的描写？是毋是一款酒鬼？嘿哦。用互人拍，我袂疼；互人讲，我嘛毋知影疼伫底。等到我酒醉醒起来，我搁较紧去找酒啉。即款叫做酒鬼，毋通做即款人。对，就是讲，其实酒毋是啥物歹物件，但是你若啉伤济，啉甲戆戆，毋知影人，吼，安尼就是。安尼就毋对啦，安尼就毋好啊。是，所以，老师，所以圣经有教示哦，圣经的教示，并无叫你毋通啉酒，是叫你毋通酒醉。老师，才有一个台语哦，即个同即个是两个是无共款的哦。啥人在发，啥人在冤家啥人在冤？这两个是。TH 那是家己走去啦 ，TH 应该是 TH。因为迄字家己会跳倒转，因为无人写 TH， 大家拢是写 THE 啦，所以拍字的是家己会跳，所以拢跳掉，拢跳毋对去啊。所以，团众朋友敢有注意到，这考试呢？老师甲咱考试。伊个字拢家己跳掉诶。是，所以爱注意，这叫做得。对，啥人在发惨嘛？啥人在发歹啊？啥人在冤家啊？啥人在怨叹啊？是，拢毋知影。啥人无缘故受伤啊？啥人嘛手咧去往啊？是，即段时间。酒毋知煞。都趣味的一个台语吼，圣经。圣经写甲真水，描写甲真贴地吼。是，这就是工厂吼，这个秘鲁的烟筒。烟筒伫外口遐，来内面行去内面就是后壁。这是要通入去地下道啦。这是木，顶悬是木头做的吼。木来这是做侪桶的。桶一款大桶。我那是发家咧用的啦，发小用的大桶。是，好，安尼咱即文就来看老师甲咱翕的即个所在哦，咱的美华姊妹来啊吼，多谢你来捧场。先来看老师翕的。叫做杰克吼，比尔森，秘鲁唱，有名的。这是电梯啦，规间厝拢用顶盘升悬。有真大的电梯呢吼，非常大。你看，这个顶盘参观。因的简报室，就是你入去一个房间了，你会感觉规个变天空之城，规个顶悬去安尼。规间厝拢在升悬。真趣味。
外口在做水，这个是有名的比尔森乌龟哦。所以人家看这个历史，因为酒厂的历史，因这做方法，因为材料288万杯一日啊，一日你生产遐尼济，真厉害。咱若真正伫当地吼，伊啉迄个咱讲的生啤酒现打，讲会派个味吼，真正是最快。所以人家讲着大麦这个啤酒花，啤酒花拄一个。在讲即个伊主要是咧点火吗？点火也无因为迄个所在暗暗点火咧看吧，去检查吧。安尼有危险无？迄酒桶边仔点火。哦，这是几啊个迄个河流，足济入口出口嘛，几百公尺诶。边仔是石头诶。你看，这个桶仔是足大诶呢，拄则翕起来，咱像讲是细用，比人较悬对无？老师，有人去参观过无？有人去看过美女像无？伫泰国足济是看陪着酒。500cc，比一个人较大。每个人家己找，每个人摕一个茶杯啊，一个杯仔互伊，伊就斟一杯互你。这若迄个讲啥物酒鬼蜜淡食，咪做欢喜诶，逐工啉免贵，啉到饱。所以伊出去礼拜拢爱点人对嘛，点迄个。是，所以酒会当互人欢喜吼，嘛是会当互人啥物叫做戆我那心，是互人戆戆啊，酒醉，目睭乌目睭乌黄，毋知影是阿公看做那在晕船呢。吼，是，所以咱看到遮诶观众朋友，拢爱甲家己饲一个赞，因为咱拢是有赞赞诶人吼。咱虽然有啉酒，但是袂酒醉，会当互酒诚做好诶吼，毋是变歹诶安尼。今仔非常多谢老师甲咱讲着即个酒吼，所以基督徒是毋是会当啉酒诶？大家有健康诶身体，祝福大家啊吼。啊嘛，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台湾8:30，泰国7:30，澳洲2:30个做伙来听老师讲故事哦。祝福大家平安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咱朋友。